杨乃武一番闲话说得小白菜受用满意，但是你要叫你讲出继父的名字嘛，吞吞吐吐，欲语又止。正所谓叫欲罢琵琶半遮面，话到口边乱鸡。杨乃武心里想清爽个，小白菜三个这个三品人的毛病蛮重了。左派的叫鬼迷心窍，以日本性。现在不能心急，这个慢慢叫调理，要正本清源。夜到平时，那么喏，天亮发现可以吐露真理。对，杨乃武聪明啊，一周二半，有了。啊，是没？是。并不是我内部一定要逼你讲出继父的名字，但是我为你秀妹真是抱大不平啊！想你秀妹对人水狗，口齿私淫，明日帮夫迎上一刀两断，而真正的凶手却逍遥法外，真是红颜薄命。哈，秀妹，想你也是好好人家出身，怎会弄到这不得地步？哇！这小白菜，把那杨乃武提到绅士们眼里哪里得意？想想自家原来一家人家蛮汉，我又不是余杭人，我是南京人呀。爷原来是个衰人，一家三口虽然过得非常清苦嘛，但是大美安逸。刮来刮去，也怪自家的命太苦。想到这个一点小白菜，失声痛哭，哭啊！杨乃武可怜啊！提起你个身体啊，动之过人，眼里拉下来着。啊，秀妹，不用宣之。有人伤心之时嘛，还是一吐为快，放在心中，非而不发。秀妹呀，你从与你的时候，受人低配履历之可怜，可是啊。那不是，我是延丰2年出生，第2年太平军上飞监督南京，到延丰8年，也就是我7岁的辰光，清兵攻打南京嘛，你一家人家咋打没打出来？呀，
之中爷娘10岁，我这还根子阿叔大哥他没大家后追，不晓得大子后追500几日天，太平军攻打后追么，你这还再打出来，等到大行追么，身边的同弟已经上500几火车，兵打同时牛年，这个日脚实在过不下去。阿叔想着，鱼上有个朋友辣辣米场里向做张王先生，要么去投奔礼吧。不晓得等到你勾搭鱼上，寻到米场么？但是这个朋友去年8月份，所为走南京去着。11岁，阿叔一死，我哪办呢？在往老板等我说，乃最马身长叔。当时山东也开的队伍的，2块洋的拿我买下来，把那山东做东洋水。姐妹，那么后来怎样啊？那同时6年，公公一临身亡，地铺兵丁一举。真是后不待应。公公一死，队伍的后事，留下来个讲人讲哪弄法呢？那允许的这些辰光，那杨来也已经回州来在，房子这样不的事，愿意经常接济。再加上山东的东街头经常帮工们，这个日脚勉强够得过去。不晓得有谁来补太太？为只要上去看了那杨来呀，众人求他，我来过灾么？据我到南京14岁，上去上来金子城。所否心天地我是两相同虽然经常使得我悔恨虽归，但是这一段情还是我苦难一生当中唯一的安慰，是温暖。谁不才舍得给他眼里说过来嘛，真是泣不成声。杨乃无
听三八菜个废话讲话，真是八股交心。三八菜个身世就过口，走路当中爷娘13岁，异乡客里阿叔死脱，自家11岁马身长叔到队伍底下做娘亲。不几年呀，但是队伍底下他们公公死脱一家人家无情。那么我回转来，多方这个里头不太太，像一家人家靠那个羊奶屋身上想吃只不熟，那么喏吃下去他，我不在，我的三八菜就是死，十等到8月18，三八菜杨姓并亲们，我趁此机会一封石家书信。把你再度幸福，嘿，把你一封石家书信，当面浪向拿出来，说我是情绪苦短，吃足啊！秀梅呀，是。虽然你婆婆拉拢我们70世纪，但是女小大头颅花出之后嘛，我们是都在往来的了啊！杨老姨，虽然你我私情多在，然而杨老姨我还是有往来的。啊！杨奶我一听我一下呀，上了个三八菜，你为了哈是提出来。哦，我在投资之后还有往来，不然说隔壁的动静才听好了个呀。你都一听什么啦？哦，还有往来。通奸满明，心真三缺，我还讲得清爽了。秀梅呀，正是我还与你有往来。杨老姨，虽然你当我私人的投资，但是你对我屋里向事无巨细，还是经常关心的。杨奶一听嘛，总是为何一块沙头落地？哎。秀梅，这岁岁小事嘛，何必放在心上？哎，杨老姨，非但如此，你对我为谁壮大恩？哪谁壮大恩啊？杨老姨，那第一桩，事情嘛，举手之劳，何必挂齿？那么秀梅，唯有第二桩呢？那第二桩呢？邻居为所中人
生美意中分，杀父哭死休无用，因与君家是大恩，几次虽非把离别。石头为恶，谁烦心？这个，老夫妻两家头不得要石头为恶，那叫说理想的人啊，不把你多落账。为啥你口不起你多个布布？一不是牛排，二是个离婚的。说你人讲啥？你过去有男人家，是他妈撞到你过去的男人问题上向去啊！小头嘴巴地上向蹦蹦蹦蹦，口头语句，根本没用。我晓得啥？哼，我去据理力争，使得你都我看无言。那么喏，老夫妻两家头舌头为谁美呀？那么还有第三桩呢？第三桩虽然冬日12年，我杀父并得双亲离，一夕难见情。这第三桩啊，不是大恩，乃是大罪也。真是乃是大罪孽！呀，那我听见你讲起，该怎么呼啦啦就要抽上来？对个，冬日12年生的里向，你这个男人小肚一场毛病，后日本本就高烧不退。有请郎中不同意来劝我，我施政节约，分文不济。一张房子2天要下去，一到平时，后日退下去，身体一日好如一日。后虽来小头，却只披上死脱，一若是发到我身上，生我送到披上不难，我那个头人都杀脱，我是满腹得无。哦，你现在还晓得，我拿那男人毛病看看，我是这个恩公。哼，我哪里是你的恩公啊？我们始终都是家，只有与非真，有的说话嘛，爱利用一生，我满腹的我没良心，爱你来找生息分，我不是你的恩人，是谁？神，我满是你家上风，我是你的水神啊！不是水神，乃是恩神啊！我满是你丈夫，真是恩人你。你何时满是我家丈夫你？哦，
富平美满是你家上夫。是啊，那么是谁满是你家上夫的？这个讲啊！想不再这样杨乃武啊！该桩事情我真的对不起来，我亲心是把人家都闲话呀。杨老师，当时辰光，你到侬个某人谋杀之后，我接得来落人无知多大课。你倒对我说，那课有啥用呀？某人死也死在，事体已经辣辣身边了，谁也说干，那这个有啥办法呢？喏，现在只有拿侬该桩事体暂时推到一个人身上，么是不挨着。我是啥人？你倒是不把人管。哎，杨乃武啊，你心中的巨人，巨人还代替人，第二把性命不关系的。再多打脱公民，吃脱3年官司，出来嘛，神就可以去看了。杨老师，我上了他们的当了。哦，是啊，杨乃武一听不起啊！啥么子？哦，我巨人第二把性命不在乎，公民可以代替性命，再多吃3年官司，哪不能想出来？啥人想得出这个办法，真叫一邪子邪神啊！那么这个办法啥人想出来的呢？遇上只有衙门里向的实心思呀，叫徐世民想出来。搿些辰光三都死脱，先说革命清衙门搿上，搿300菜满杀亲夫，那么300菜坐到衙门里向，吕锡东是堂上，家里执300菜开头不执，不执么吕锡东归走，大恩是无再至长督上来要上营，300菜想，你自家叫我执的，搿么我就执。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个儿子吕子豪。要想开口讲么，不晓得里向一个女呀，哈哒哒哒奔出来，拿出来一壶茶，请老爷用茶。这吕生奇怪的呀，哈咦，我又非要吃啥茶？茶干里气脱，一看么杯子里向根本没不茶，一张碟子，叔叔推堂一时相送。里向出大事体了。妖精推堂到里向么光正龙车上，搿桩事体自家百般心肝儿子插个来，那么吕世东觉得来哪办法呢？请实心师爷出来，实心师爷一门心慌，再细细，东翁，你有问题哦，你再拨我4000块洋币，我想4个字出来。是啊，也是500事体。这个名堂叫一时10千钧。吕世东就你只要进啊500办法嘛，不是要4000块洋币。那么是要想出4个字，叫满腹的一座诗画到杨乃武身上想去。那么这个诗要想出这个办法嘛，还有很小人呢。嘿，做坏事体的人不很小人。那杨乃武现在为了密室里向的300菜帮头，但是这个死呀已经死脱了。哪会得死一个人？以杨如云顶杯高上上至高中，经里向把清朝王兴出来，地手神眉，消息传到御状的时候，新思想一听，哎呀，有戏！搿桩事体到北京翻转来嘛，第一个杀虎狼头就是我呀！多难！36章最为上场，斗转到绍兴去吃了米饭去，行李装到树浪向，都是个只树望正西塘江方向过去，到江当中碰着龙卷风，啷哒，树飞脱嘛，绍兴市呀张生渔夫已经死脱个在，叫海神西海之。不过现在杨乃武心里想做一律想必是啊，随手把人家打来讲，我唔把性命进去，再多公民割脱，吃3年官司，你还不应该害我。我适应公民命根子，
十年长夏用功尽瘁，为的啥？誓报翻身，永终业者。我为之克中功名，却只几乎口头。讲的不你听听，谁妹呀？是，你可记下，我的中功名，真是煞费可心啊！啊，定然一家用功尽瘁，第二次抗击。谁讲冬日12年到杭州去会客，预先香汤沐浴，闻香祭祖，就杨家祖宗3天之灵，保佑我的中功名。我的理想10月进考场，一共考3场的，头场3问1试，二场5经5题，3场天文地理，一场比一场难考。狱中考生作业题目做不出，500面孔围住去见江东虎了，倒是丢杀了考场里向。狱中虽是文章无批，写得不错，不一定考中。为啥？考生多，上中气上。有个虽然得中功名，但是逻辑生态，但是为得发耻。我总算接应得中第104名下，心想开心啊！不晓得会得遇500几日天，不但公道上想好，一口口头全部8吃，功名达得破此死刑，谁妹呀？是。想你于心何人哦？听杨大夫讲得这样啥么子啊？那是难看公民这样为难呀！哎呀，可是我真的不晓得，杨老爷，都是我对不起你啊！啥么子啊？搿他个主人看轻飘飘4个字，对不起你。这样轻描淡写，那么老实讲，今朝我杨大夫大彻大悟，功名不稀奇。搿种主人啊，老实讲，我真个不要做。我不中功名，不中主人，乃不会上别人家个当，乃不会害我杨大夫。就应该中之主人呢，乃会得一束水花在我身浪下来，害得我这个样子。所以搿种头名主人，老子。你也晓得，搿个3年辣辣稻米浪向，苦头吃足，杨大夫想到该当，都是空脚砰抽起来，谁妹，你来开呀！哈！这可见杨大夫将木头浪向嘴巴动三这样2个，我的呵这。你想法吧，杨老爷，这是什么？这乃是狐狸眼杀！那边浪回去调头，我身浪向搿种硬伤多了，我欺负无知，必记。灵伤啊！人生为3分钟，你也晓得，谁妹呀？杨老爷，这几年我身被你害得好苦哦哟！我们披荆名字加功名，一打公堂随上堂，人想收拾当堂时，真是不堪为师。公卿上下三千手，
三大西道面浪向再去。我杨乃武得知公堂浪向，我会分开看，分开冤枉，已经归着大银子。罗里当我到西宁派用呀，到江阳大道相望。虽然我吃个这样的口头，我为啥分析呢？祖宗保佑，我祖浪向还是祖公啊，但是清官爱民之子，两袖清风，祖浪值得我就自身来保佑我，所以我甘愿犯错，直到今朝。二人之间，我自家是郎中啊，内科、外科、伤科、妇科，我山东双一个，内服、外敷皆是条理。总算搿条生命罢了，但是我自家来问自家，杨乃武啊，杨乃武，你哪会吃这样的口头？想来想去，是来酸梅天路。当初辰光，难上被人家个打，说起来不止实，再度巨人割脱500性命进出。但是后来呢，总归晓得，莫非来巨人割脱？围着大楼，而且破斥私淫，你应该当我刚刚听着。你为啥当面浪向不等我叫上冤枉？为什么亲啊亲，俺让要去两我明白了。莫非你三不往事多是因，有背部轻轻动弹往事深。还是那小把菜等我杨乃武特别呀哈，你自家一个是的应该去黄泉路浪向一起散步。要我白白的一道去，谁没可是啊！哎呦，小把菜听大概的，在哈两胸口里当吃着一榔头这个。我杨乃武还得这个样子，我真是恩将仇报，谁也深重。不过杨乃武啊，我内心里想，我并不想害你的呀，杨大姐，不是我家要害你，我是谁妹要害你。我晓得个不是在谁妹要害我，那个良心不出去话的是个，那是上把人家个当谁妹，我最晓不是你谁妹害我。哪一个人叫你害我？你快与我讲！是哪一个呢？快讲！那么要透露，证明何为？